今仔行得到，对即天开始，一寡汤拖甲鸟类拢开始活动起来，台地嘛开始咧调动，有超过4000名人员，会协助清理电火条甲电线顶的鸟兽，检查线路甲设备，希望降低因为动物去挡着线路，造成失电发生的机会。 台电人员爬去伫树仔顶修正树枝，处理电火条仔顶面的鸟仔树，目的是为着要避免鸟仔、虫拖、蛇，也是鸟鼠卡着电线，造成跳电、失电的事故。像这洗切吼，正常伊是拢加迄树枝来做收，吼，啊是用工地内底有迄铁线，吼，伊嘛会加来做收。但是这铁线这拢是导电体，吼，啊伊伫阮条仔顶面顶做收，伊就有可能去拄着阮的吼线路的设备，吼去拄着。 短路。3月初5拜三即天，台电出动超过4000个工作人员，投入线路设备检测的工课，启动全国强化稳定供电的行动。因为拜三是24节气当中的庚日。 惊蛰来说，它主要叙述的就是当可能开始出现雷雨或阵雨的现象的时候，可能会惊醒到一些原本在冬眠的动物。台电表示，鸟仔、虫拖卡着电线，造成跳电、停电的比例占4成遐尼悬，尤其是当年的3月份、4月份这款情形上常发生。敢若去年3月份、4月份就占232件，是今年1月份、2月份的3倍以上。针对这个24节气内底的惊蛰。 吼，阮有特别做者这宣示的活动，吼，就是讲要来，加强阮这防止那个迄落鸟兽去碰触的这工作。台电表示，目前伫咧1月份、2月份，伫咧全国已经拆除1200个电力设施顶面的鸟仔树。过程当中，若发现有鸟仔囝，因会甲因交互动保单位，也是动物园去处理，袂去伤害到鸟仔。嘛希望透过即个活动，确保供电的稳定，互民众用电更较安全、更较放心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